因为在祖国里，我们大家也玩得很开心。我第一个不敢想，能够把这么多的好演员、大演员集中在一起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导演的一个魅力。我觉得这些人在一起太好玩了。有的时候喜剧啊都是下意识来的，就是设计出来的未必会是好喜剧。回到座位上，赶紧安静了。江前方还有一个最大的梦想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帮助10几年前教过我们的范老师回到1992年，所以他一开始就张罗大家，希望能够大家群策群力来想这个办法嘛。就是每个戏都会有一些这个神来之笔，这些神来之笔，我觉得一定要保留啊。那个锣刚一敲，棒，自己摔下来了，他就是摔下来了，那我们就去复制它就好了。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就用刚才那个来。关键是要让观众觉得，是自然的啊，他要恰到好处。于老师，你旁边那个小孩特别有戏，就看他，你跟他对视，保持交流。哎呀，找几个小孩子不就好了吗？这戏里边神来之笔，因为他说孩子嘛，然后旁边住个小胖子，看他就瞪着翻白眼。我一看那小孩在跟我翻白眼，我觉得那孩子还挺棒的，他下意识的一个动作，这可导不出来哦。拍电影一切都是最好的一个安排，最好的安排。